是叫你把这个果该放下。吼，所以为就是讲，恁即马讲的先觉哦，就像这个果这看有这个天共款，是怎样？是小善小恶。像这圆圆一点点仔尔啦，啊，不然我做看到有时是看到遮尔多，遮尔大，那是真真正正的善法、正法、正善。这那是真的，啊，毋过众生看袂到啊，当作这是真的啊，所以咱大家讲不属邪不属恶，吼，啊，咱放下这个魔镜，放下这个假，你哪会当看到外口这个真的？如果你这个假你放袂下，你外口这个你看无，真真正正你看无，吼，所以佛说庄严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金刚经内底讲啊，佛讲庄严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庄严就庄严，哪有遮尔啊侪庄严？以众生来看庄严，哦，庄严，咱比一个来讲庄严，哦，我莫笑，我莫笑，我莫讲话，安尼庄严，这以众生来看。那么，佛讲庄严就无庄严，为什么？毋是看外口这个，伊是看咱内底迄个，内底大家拢嘛水，大家拢嘛庄严，拢嘛足庄严的，足尔水，足尔圆满。佛祖是看内底迄个佛，毋是看外口这个人，是看内底迄个佛。所以你讲，咱做一个道理，咱做老师的温度，做老师的道理，咱不管偌尔海开，偌尔含淡，偌尔笨，偌尔无精进。老师来大讲到底，伊绝对袂讲讲道理、分道理、含慢道理，伊袂安尼讲。伊拢会讲贤徒、爱徒、好徒儿，伊一定安尼讲。哪有？我常常咱相骂，哪有好徒儿？啊，过伊佛祖毋是安尼看，佛祖是看你原来迄个清清气气，就是我的好的道理，清气的道理。啊，咱人毋是安尼看，人是我见咧看。所以我今日嘛就加盐加味素，你知影无？伊就是正经，就是做啥物代志，所以即摆咱是加盐加味素，要给我见来看，吼。所以我们要当下要知道说我们在干什么。你要发现的，你知影啥个发现的？你要生气，你知影你要生气。一个真正有主人要做工课啊，伊袂生气，袂生气。你爱你的囝，你有爱无？你有爱疼惜你的查某囝，疼惜你的后生，疼惜你的阿孙仔无？你有听，啊，毋过你有听，你敢袂甲伊讲？嘿啦，你若讲伊走出去，车就要压着啊，你敢袂去甲伊扭来讲？嘛是加减下啊，嘛说你，哎呦，这遮危险，有咧，你若会说遮危险，嘛是甲伊骂甲伊讲，对无？所以你看哦，饲大人爱囡仔，这个天遮尔。爱嘛，爱是善法，对不对？爱囡仔，啊，毋过你爱讲囡仔，你嘛是讲囡仔。